同事故意喺工作群@我，指出我嘅錯誤，點算？明明可以私聊嘅事，偏偏要公開指責，擺明唔俾我落台。你老味啊！竟然咁罵我，鬧翻佢轉頭。咁樣你就撞晒板啦，俾人哋認為你唔專業，你情緒化。呢個時候千祈唔好衝動，分享3招輕鬆化解：一、等子彈飛一陣，千祈唔好秒回，浪會10分鐘到15分鐘；二、公開指責，公開傾，你都喺個工作群度@佢，逐條同佢解釋佢提出嘅問題，跟住同佢話：依家我哋可能有信息差，最好當面傾清楚。如果佢肯當面傾，事情基本上解決。三、聚焦問題，唔囉嗦。如果佢咬住你唔放，就直接話：你冷靜啲，我哋開個會議室對下流程。依家最緊要嘅係解決問題，唔好耽誤進度。跟住無論佢發咩都唔好再覆佢，咁樣所有人就會睇到你係喺度認真解決問題，而佢係無理取鬧。你學識未？你仲有咩方法一齊分享下？